来继续来看，昨个透早5点外，土横的文中路甲国际路口有起司连人带车弄入去14米深的下水道。经过5点前后，才互来上班的工程人员发现。讲这位弄死伫个窟底的死者，就是中华龙尊队进前的国手陈如安。2018年的亚运为台湾摕下着2块金牌。伊真有人缘，嘛生做真缘投，天也袂光就出门，就是要去教课，要去教人爬龙船，想袂到出这个意外，伊的妈妈甲女朋友拢真悲伤。下早5点，一个骑车民众看起来敢若无启动啊，直直拢要去围里内底，无到1秒，人就碰见。伊安尼一下要去14公尺深的污水工作井内底，不过去5点钟，直到下早10点才去有工程人员看见到，警察人员来到现场，先把井水抽好干，才去用吊拐方式把人吊起来。救护人员继续给做 CPR， 伊嘛围伫咧患者的身躯边抢救2点钟，尾嘛是无救回来。即马死者的身份嘛公开。笑容真好看，汗臭嘛真好。原来伊是真中华队龙尊国手陈如安，才28岁起，捌伫咧2008年亚运摕到2块金牌、1块金牌。2009年世锦赛嘛摕到2块金牌、2块铜牌。人生得真缘投，大家拢讲伊是龙尊天才。下早5点，本来骑车要去教课，煞想到拄着死劫。发生代志所在，就伫咧桃园文中路和国际路口，当时当伫咧进行污水工程，工程单位甲都要摇起来，嘛强调这一切合法。交维措施基本上是有符合的，它的爆闪灯跟警示灯都有做一个明亮的这个动作。现场还有一个施工的围篱，还有防坠的护栏以及防坠网的布设。发生事故时间点是下早5点外，是天色也个暗无幕，安全的标志无清楚，或者是精神无好载落去，还个继续调查厘清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瑜，要教给大家2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